为了让民众认识公用品德，推广媒体拢会用的使用公用品德的观念，由台南市政府新闻处主办，中嘉宽平三观龙乡处产新办的公用品德嘉年华，29号下午伫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来登场。一开始由奉天神鼓，再来撼动人心的太鼓表演，为活动来揭开序幕。现场包括立委陈廷辉、各区的区长，以及真侪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见证，向前拍开公用品德的新世界。3、2、1，启动！活力世界秀出影响力公用频道嘉年华活动开始。我们的公用频道可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个产官界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平台当中接受更多大家的知识。从教育、从文化艺术，还有我们的公益，我相信这是我们给小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平台。我想大家每天都在看有线电视，但是不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公用频道。那今天新闻处跟我们中嘉宽频特别为了公用频道的推广，在这里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很多摊位可以逛，还有很多有奖征答，还有摸彩品。我想非常琳琅满目的奖品也好，精彩的节目也好，在今天下午会在这个舞台来正式来展开。那今天很谢谢大家来到这边哦，我想话不多说，我们让很多精彩就会开始来展开。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承办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那台南市从民国88年有线电视双子星跟三国网这边成立以来，其实就提供第3频道作为我们民众来做公用使用。那刚刚主持人也介绍过，其实这个频道是完全属于我们台南市民的，所以每一个市民，如果你想要用，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盈利的行为的话，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会中除了有东森悠悠家族的哥哥姐姐现场唱跳秀，加有奖征答，吸引小朋友热情的互动抢答，还有小精灵舞团的肚皮舞、玉山国式的独轮车等轮番表演，相当精彩。加上各卫生频道的互动闯关、农特产的展售会，以及公益团体的宣导，让民众有食阁有耍，还有知识好的大放送。最后，大会嘛抽出43寸的联网电视的大奖，由东区的幸运者邵俊明得奖，嘛让活动顺利来落幕。希望明年会再相会。台南新闻综合报道。